好，繼續我哋嘅樓市大崩潰系列啊，不停都崩潰啊！呢一個香港嘅私人物業啊，呢啲嘅私人樓宇。首先講一講九龍倉嚇，因為佢啱公布咗佢嘅業績啊，2024年嘅盈利咧就係8.9億。哇！你一聽到哇幾好啊，成9億賺，唔係喎，原來係按年大跌咗81%啊！呀，咁啊大鑊咁樣。咁啊派第二次息嘅中期咧嘅股息咧就係呢一個0.6，咁啊即係合共咧全年係派1.24，咁啊一個搖幾咁樣啦。個股票其實就都幾堅挺嘅嗰啲即係個股價，咁啊大家要跌就跌咗。咁當然啦，比起即係一段好嘅時間，一陣間會同大家講下，其實咁啊已經抽完啦，梗係。好啦，按年咧就減少3%，咁啊佔香港嘅投資物業嘅酒店基礎嘅盈利嘅65%。咁啊撇除咗呢個投資物業估值即係減呢個嘅重估減值之後咧，咁啊56.2億，咁啊金融嘅工具按市值計算咧就係去年咧基礎盈利咧其實係增加2%至到61.4億嘅。咁啊因為發展物業啊應佔減值嘅虧損減少，全年收入咧減少咗3%至到129.1億。即係其實最重要就係因為佢要重估物業啦，咁重估物業咧嗰啲嘅即係減值係好緊要。咁其實從呢一個立場去睇咧，大家有啲更加要去理解就係咧，佢而家嗰個嘅重估咧已經係其實跌得算少噶啦。好老實，香港點止咁大鑊啦？咁啊因為佢唔係賣啊嘛，所以咧你點解而家新世界咁大鑊咧？就係咧你重估咗，但係其實重估嗰個嘅價值已經減咗咯。你已經話嗱我個重估咗啦，但係其實你減嗰個咧並唔係真正嘅市場嗰個賣唔出嘅。到咗你賣嗰陣時候，未必係賣唔出。咩唔單止係賣唔出，而且咧你仲係個價係跌到好低好低，咁啊於是乎咧，就算你賣到咧，你都要蝕啊！你翻嚟嘅盤數咧就係慘啦，還唔到點債啊咁樣。好啦，咁啊於是乎你要明白咧，呢啲咁嘅即係香港嘅大孖沙嗰啲咁嘅嘢咧，即係哎呀咁所以咁喺大球而家俾人同你買啊！你香港即係好似啲九倉嗰啲咁幾個商場啊，買鬼咩啊？框同你買咩？但係你快鬼自己做啦咁樣。好啦，嗱，香港嘅零售業務不斷咁樣下滑，以前嚟香港購物嘅國內豪客基本上已經完全失蹤啦咁樣。咁啊，相比疫情前喺外地嘅旅客咧，仍然係少咗大缺嘅咁樣。再加上本地嘅經濟不景咧，香港人咧都習慣咗北上消費，所以咧經營呢一個海港城同埋時代廣場啊呢啲咁嘅商場為主嘅九龍倉咧，業務當然係受到好嚴重嘅打擊啦咁樣。另一方面咧，香港嘅寫字樓啊空置率亦都一路高企嘅，所以咧租金亦都不斷下跌。呢一樣係對呢個九龍倉嘅業績打擊係，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九龍倉集團咧指出咧，佢話香港嘅經濟呈現咗溫和嘅增長跡象，咁即係乜都冇，有溫和增長嘅跡象啫，咁啊即係冇啦，唉嘥氣啊！咁啊市場啦，嗱你記住啦，學呢啲咁嘅即係冇意義嘅形容詞啊，即係令你感覺上哇好似好正喎咁樣，其實佢再洗下，咦係溫和增長的跡象咋，冇係真係咪先啦？咁啊即係於是乎咧，你可以係零就咁寫啦 ，OK 咁樣美麗好多咧，係咪啲名詞？好咁啊，但係市場咧對商用物業嘅需求咧仍然係疲弱嘅。咁啊，零售銷售咧就喺2023年初疫後復常初段咧，暫時有少少反彈之後咧，跟住咧就噗一聲下滑㗎啦咁樣。咁啊，港元強勢同埋減息嘅步伐相對緩慢，咁啊令到咧呢一個嘅削弱咗呢個零售嘅銷售。咁啊，寫字樓嘅需求亦都係疲弱嚇。咁啊，因為咧企業喺唔確定嘅環境之下咧，要控制成本。咁啊，面對呢個息口前景啊唔明朗，咁啊集團咧就呢一個九龍倉咧就採取咗實施一個管理嘅債務負債啊淨額啦降至342億港元，係上市以來最低嘅，就減輕咗借貸成本。嗱，其實個 point 你睇到啦，即係其實喺經濟不景嗰時候要點啊？我呢個第一件事就要還翻晒啲債先，呢個最重要啦。所以你有錢嘅時候，好還晒啲債。喂，大佬啊，唔係借好多債啊，明唔明啊？咁你
仲有機會借嗰陣時候，你仲有空隙喺度嘛？你而家死啦！如果唔係好大鑊㗎啦咁樣，隨時爆破咁樣。所以咧，如果你覺得個環境唔好嘅時候，第一時間快啲頂唪還翻晒啲債，唔好孭債上身啊！知唔知啊？好啦，九龍倉嘅業績同奢侈品嘅銷售咧，從來都係息息相關嘅。因為嗰啲商場咧就租咗好多俾啲 LV 啊、名店啊、諸如此類賣下嗰啲商品啊、賣下嗰啲化妝品咁樣。咁啊，所以喺而家市道之下受到嘅打擊係非常之大咁樣。2017年嗰陣時候，股價曾經見到幾多啊？75個785啊，7毫8仙半啊，75蚊7毫8仙半。咁啊，8年之後嘅今日，哇，犀利啊！啱啱睇到收市價咩？20個8啦，哇，剩翻不足27.5%啊，輸咗成70幾個%啊，哇，好大鑊！由此可以睇到咧，香港嘅物業市場同埋零售真係好鬼差嘅。昔日嘅購物天堂咧，而家今非昔比啦，仲購咩物天堂啊？好啦，地產股唔掂啊！咁於是乎，我又睇一睇咁啊呢條片講樓市啊嘛，就講下一手樓近日咧就似乎咧不斷被追捧，又話好勁啊，好犀利咁樣。咁係咪咧？咁啊過去咧兩個週末嘅兩個工作天咧，咁啊週六週日咁樣啦，咁啊錄到超過300宗一手嘅成交個案，哇！300乘4咪1200咯，正啊咁樣。好啊，雖然按周咧減少咗33%，但係已經係連續4個週末錄得200宗一手嘅買賣個案，即係其實真係主要喺星期六嘅咁樣。咁啊少量喺星期日咁樣啦。嗱，其中銷情最旺嘅咧，由新地同埋港鐵合作嘅天水圍輕鐵天榮站 YOHO West 第2期 YOHO West Parkside， 咁啊成日都有報道呢一個咁樣。咁啊星期日咧進行咗次輪嘅發售，咁啊攞咗172間出嚟搏賣晒。咁啊即係咧呢兩個盤呢個即係兩輪啊，首次輪咧加埋咧係總共賣咗291貨嘅。嗱，呢個項目咧就全盤咧提供少嘅，對新鴻基嚟講525個單位嘅啫。咁而家賣咗291個，即係已經賣咗55.4% 啦已經。咁啊肯定成績好啦，係咪先？有機會喎，再落去係咪即係可以再賣多啲？呢個有餐事喎。但由呢一個嘅條數係證明咗咩咧？就係港鐵沿線嘅屋苑咁啊。再加新鴻基呢一個咁嘅品牌，咁啊絕對係咧啲群眾信心嘅保證啊！所以咧比起其他嘅新盤嘅成績咧都比較突出嘅咁樣。折實價平均咧大約係11000蚊到一尺啦，啱啱啊就即係令呢啲打工嘅兩夫婦啊，有個細路仔咁啊，呢個家庭咧就承擔嘅能力之內，所以就賣得好啦。咁啊呢個都 OK 咁樣。但係都有一句啦，今日嘅建築費連埋利息，加埋雜費，每一尺都去到8500蚊嘅咁樣，咁啊即係咧地價加利潤就用11000蚊嚟去減咗8500蚊，咁即係剩翻2500蚊咯喎。咁你諗下，就算你賣晒佢嘅話咧，你都係由2500蚊嗰度減出嚟，先減咗個地價先至令到你嘅利潤咁樣。咁啊〜即係你睇啦，而家港鐵站嘅每一尺樓面地價咧跌到係大翻1000蚊 ，around 1000蚊左右啦。所以地產商咧係咩啊？係冇肉可食嘅。所以而家做地產商唔係咁過癮噶啦，即係好難揾食噶啦，好老實。嗱，我今日咧同大家計一計條好有趣嘅數啊。今日睇下大家了唔了解到呢一個嘅地產商而家面對嘅問題係乜嘢？點樣可以賺到錢呢？嗱，而家香港每一年咧，大家都係賣到12000個新樓度啦 ，around 喺呢個數度啦。咁啊，新鴻基嚟計嚟好唔好啊？咁我當佢佔咗成個市場嘅1/4，咁啊差唔多啦。咁啊即係話佢每一年可以賣到3000間屋，好啦，新屋啊講一手啊。而每一間平均嘅售用面積啊，大約係430尺。咁啊呢個之前統計過好多次嘅咁樣。咁啊即係咧，佢每一年就賣到個總面積咧。加埋就係大約係130萬平方尺，而每一平方尺咧可以賺到1000蚊嘅話，嗱頭先呢個點解咧？佢係賣到1蚊到嘛，咁啊得8500蚊啫嘛。如果你再加1000蚊就9500蚊啦，其餘嗰啲咧就係啲即係仲有費用嘛。我都話啦，你要俾嗰啲經紀佣金啊。喂，大佬，嗰度要俾幾個經紀佣金啊？唔平嘅嗰度已經好啦，跟住咧仲有好多其他嗰啲嘅公司啲伙計啊、諸如此類啊、燈油火蠟你要做咁，所以咧我哋諗呢一個數係差唔多嘅咁樣。好啦，咁
咁咧，當你去睇到一樣嘢，哇，唔係喎，我總面積咧賣出130萬尺，每一尺賺1000蚊，咁即係點啊？原來每一間樓咧，佢係賺到43萬嘅，因為130萬尺嘛，每一年可以賣到，所以咧將130萬尺就乘翻賺1000蚊新鴻基，咁即係咧新鴻基咧就大約可以賺到13億啦。OK， 好啦，如果呢條數咧即係俾晒你同我，梗係發達啦，係咪先啦？哇，好嘢，有13億咁啊！但係咧，對於一間上市公司，尤其是係香港最大嘅地產商新鴻基，情況就令人擔心咯，甚至乎可以話係觸目驚心。嗱，因為點解咧？新鴻基咧，2024年個上半年咧賺到104億㗎。下半年而家未見到，咁即係當佢咧 double 一倍到啦咁樣，於是乎粗略估計當一年賺210億啦咁樣。嗱，咁兩條數咧一比埋咁啊大件事啦。嗱，因為點解咧？賣樓你130萬尺可以賣到一年，咁然之後1000蚊一尺賺，咁啊即係而家係咁嘅價錢啫，咁你就可以賺到13億啦咁樣。而家佢賺幾多錢咧？係入佢13億嘅全年啊，靠賣樓㗎啦咁樣。而咧實際上新鴻基嘅而家咧，佢係賺緊上年咧上年上半年啊104億，咁我哋計佢一年咧就大概係210億咁樣。哇！嗰邊係講緊即係13億嘅啫。咁好啦，如果你話唔係，我仲有啲租務咁樣咯。OK， 我租務我當你13億㗎，犀利啦咁樣係咪先啦？好啦，兩邊都26億嘅啫。但係而家佢講緊一向係賺翻咩？係講緊200億個大佬係咪先啦？哇！突然間啵一聲跌到剩翻26億，咁啊真係大件事咁樣。即係而家其實個生意都唔好噶咯，一年都係大家賺到200幾億咁樣少噶咯。點知咧？實際上而家喺現實上，你要去即係攞到呢個錢嘅話咧，因為個成本已經高咁多，個天花頂已經見到啦。而家再買啲樓嘅人咧，佢唔係再係嗰啲哇做到好多年啊咩成嗰啲嘢，唔係嘅咧，啱上去班細路仔嘅啫。好啦，咁啊結果咧就係呢一個嘅新鴻基咁計數，就原本由210億一年賺嘅利潤就變咗係間26億。哇，老細你咁認為咧，新鴻基嘅股價會由而家嘅70蚊、70零蚊嘅喎，跌到幾多咧咁樣？哇，好驚咁樣。啊，另外咧。嘉里旗下嘅朗天豐咧就近日就賣咗5間，咁啊而恒基嘅 Belgravia Place 咧一同埋二期咧就總共係賣咗10間，整個系列咧就係而家賣咗568間，而全數咧佢係有962間嘅，於是乎將962減咗568間，就剩翻394間。係賣出咗大概59%，咁算係一般啦，咁樣又唔太差咁樣啦。而新世界旗下嘅北角皇都咧，就再沽咗6個。咁啊，不靈不爛嘅咧，其實即係唔講佢內容啦，因為咧都差唔多嘅咁樣。而家尺價佢賣到成2萬蚊以上咁樣。咁啊叫做。而家我計一計個條數咧，佢就而家大概剩翻99個單位賣唔到啦咁樣。好啦，嗱佢原本咧全盤咧就係有300應該係388個嘅。咁佢而家賣咗289個，咁即係話咧佢而家剩翻99個。我琴日統計嗰時候有100個，而家咧就剩翻99。好嘢，賣多咗個，好叻啊咁樣。嗱呢99個就好難賣㗎啦，賣一個半個都唔係容易啦，因為咧要買嘅人買咗啦咁樣。你諗下，而家香港就係咁咯。咁啊，新接任務嘅 CEO 啊，黃少薇咧就話佢打慣勝仗㗎嚇，冇乜輸嘅經驗咁樣。既然係咁樣，話呢個盤賣到咁樣，咁賣仲有成90幾個賣唔去喎咁樣，咁算唔算賺？算唔算蝕咧咁樣？呢一樣嘢咧就要等啊黃少薇得閒無事啊，可以即係用佢嘅方法，用佢語言嚟去解釋嘅俾我哋聽咁樣。好啦。另外咧2個二手嘅半新盤咧，亦都繼續傳嚟咧崩塌嘅消息，哇！好大件事啊！入伙接近5年嘅油塘半新盤咧，希台啊，一座高層嚟㗎嚇，私室實用面積咧係716尺，最初咧用1050萬放售嘅，結果減到102萬，以930萬成交。折合咧每一尺咧係12989蚊，唔平嘅嚇。
咁啊當然啦，因為靚位啊，佢呢個原業主咧喺2021年咧用1787萬買翻嚟嘅咁樣，哇！當時個尺價係去到24,900幾，即係25,000咁滯啊，爭咗3年。而家咧輸咗857萬，貶值咗48%。哇！呢個真係極度經典啊！好老實，你揸3年幾輸48%，哇！我都成日講啊，真係接近啲50啊，咁咩成啲嘢咧？以前係極少啊，而家50幾都出現咗啦。哦，你真係離晒譜啊！咁啊3年跌啊，大約一半度啦，就係一個蝕到趴街嘅紀錄嚟嘅。因此咧，我哋睇到咧，香港嘅私人住宅市場真係極之唔樂觀啊！你咁樣揸法都輸咁多，真係陰公。好啦，全香港百幾萬個業主仍然係日日蝕緊錢嘅喎。而家哇呢度又輸，嗰度又輸，咁樣嘅喎。只不過你唔去面對，唔掛牌冇事啦咁樣。但係其實人哋都跌咗，咪即係你都跌。唉，所以香港嘅消費市場啊，點會復甦啊，大佬？個個都荷包乾係咪先啊？邊有人肯使錢啊？越係賣樓就越係多人話你聽，喂，我買咗㗎啦，咁樣我買唔到啦，冇能力啦。咁第一批細批走嚟嘅時候，喂，我係窮鬼嚟喎，咁啊點啊？你講咪平啲咁樣，諸如此類啊，唔平啫啦，我翻淘寶啦咁樣，佢又死得啦咁樣。好啦，咁呢一個嘅即係希台咧，喺呢一個嘅油塘嘅崇山街啊8號嘅，咁啊同呢一個宏安同埋旭輝合作嘅發展，喺2020年嘅5月開始入伙。屋苑咧總共有2座，涉及咗326個單位，即係實面積由456至到1800幾尺。屋苑最近嘅油塘地鐵站咧，行7分就到。嗱呢啲咧就好多啦，行7分鐘，真係唔同啊！你即係你行7分鐘咧，仲喺10分鐘以內啊嘛。呢個劇情咧，就算真係話遮都冇咁痛苦啊。好啦，南豐新村，哇！呢個要特別就同大家去傾下講下。南豐新村咧就係即係有一個二手買賣成交咗嘅。咁呢一個嘅係8座低層私室，個單位係391尺嘅，唔係大，但係都 OK 啦，可以住到嘅一家人都。咁原先放盤啊叫價450萬嘅，咁一個星期左右就已經砰劈到422萬啦，減價咗28萬，平均尺價咧就10700幾。造價大約同類嘅，即係上月同類咧係跌咗15%。你諗下，一個月就跌15%，出面就話一年跌6點幾嘅咋？喂，可以一個月咋跌咗15%啦？係啊，你要套現啊嘛。係而家我淨係買呢個咁嘅啫。你唔係我唔買咁樣啲嘢，咁你就瓜得啦咁樣。原業主咧喺15年就用560萬買入嗰個單位，接近就成10年時間揸住啦。咁結果咧就蝕咗138萬，蝕幅大約係24.6%。咁其實大家要留意一個即係呢個交易啊。南豐新村咧係鰂魚涌成交量相當頻密嘅一個屋苑嚟嘅，即係佢唔係嗰啲咧即係鬧鬧教教嘅，即係呢個係實用面積係成391尺。嗱，首先咧佢唔係爛尾樓啦，所以咧唔應該砰係跌一個好大嘅幅度嘅咁樣。好啦，亦都唔係單棟樓，咁於是乎咧佢嗰個嘅價格係比較硬啲嘅應該。咁更加唔係嗰啲咩特色樓啊，亂咁樣第一層啊，即係打通晒諸如此類，又話特色啊，買到好平好貴啊咁樣諸如此類，佢唔係呢啲咁嘅嘢嚟嘅，所以你後尾跌得好緊要咧，唔係。咁又或者咧，佢唔係偏遠嘅郊區嘅私人物業，咁嗰啲咧有陣時候跌起上嚟又好誇張咁樣。呢個單位係正常喺市區入邊，咁咧就成交量又頻密又足夠嘅一個私人屋苑嚟嘅。咁全個屋苑有2800幾個單位啊，投資者買咗個單位10年，證明咧佢真係一個長遠嘅持有者嚟嘅咁樣，竟然咧仲要輸接近25嘅24.6%。即係離 Q 晒大譜啊！即係你以後喺嗰啲大街大巷啊，啲第二家咧，即係好著名嘅屋苑啊，你要發覺都有咁嘅情況，咁大件事啦。講到鰂魚涌跌到剩翻1萬蚊尺，咁我就問下你啦。咁屯門同元朗，你哋話值幾多錢？而家就開賣緊啊！係啊，咪11000蚊到咯，係啊，咪有人買咯咁樣。但係你住鰂魚涌定係住佢啦？係佢個環境好啲咩？成個 location 好正喎咁樣。所以你睇下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好大件事啦。即係咁都得11000蚊尺，唉慘啊！咁點可能咧？呢一個即係元朗啊、屯門啲咧，唔係剩翻6、7千蚊一尺啊。所以咧6、7千蚊係啱嘅，佢哋完全係冇問題嘅，你知道。所以賣到1、2蚊，我而家覺得拜拜啦咁樣。好啦，香港百幾萬個家庭都揸住起碼1層樓啊，日日都睇住嗰啲資產係咁縮水
係咁縮水。嗱，我一早已經講咗啦，大家咩啊？早買早着啊，唔係早賣早着嘅，係啦，遲賣啊，咁你就瞓唔着啦，老細啊！好多謝你，記住點讚同 subscribe，等你嘅好消息擺喺我哋嘅留言區。多謝晒，拜拜。